我唔記得自己幾時開始，呼吸都要計時，每一口空氣都好似都刮落喉嚨，乾冷得滲血。樓下嘅便利店仲傳嚟嘈雜聲，有人為咗搶幾包凍到硬邦邦嘅米，打到滿手是血。嗰啲聲音同淒厲叫喊夾雜埋一齊，聽到人心發寒。我冇再落去，因為我知喺呢種溫度之下，食物同熱量就等於命。人一旦被逼到極端，會做出啲比天災更恐怖嘅事。我同阿玲縮喺天台樓梯間，四周冰冷嘅牆壁滲出白霜。佢抱住個女阿欣，蜷縮到角落，好似隨時會碎裂嘅冰雕。阿欣得6歲，身形細小，瘦得見骨。佢冇喊，淨係咬住條舊毛巾邊，眼神大大圓圓望住外面黑暗，牙齒震到打架，但偏偏一聲都冇出。我細聲對阿玲講，個女好似比同齡小朋友更驚覺。阿玲攬緊阿欣，聲音顫抖。佢一直都好乖，太乖。自從佢爹哋走咗之後，我一個人湊大佢，食住書本，我樣樣慳，就係唔想佢受凍受餓。但依家佢冇講落去，眼淚已經結成冰珠掛喺睫毛。我想安慰佢，但自己心口都涼。喺零下80度嘅世界，任何承諾都脆弱得似玻璃。嗰陣，忽然有人聲喺樓梯口響起低沉、冷硬，再唔走，你哋會死。我猛然抬頭，一個男人企喺陰影中，高大、肩膀闊，披住件軍綠色大衣，口罩同頸巾遮住咗大半張臉，只露出一雙人嚟到刺痛人嘅眼。我下意識戒備。你係邊個？佢聲音沙啞，好似沙石摩擦。阿輝，退役軍人。呢座城已經封死，出城橋斷咗，但地下水務局有條道未完全結冰。地下，我心頭一沉，因為我記得之前聽過嘅共鳴聲，好似就係由地下傳嚟。阿玲驚惶地望住我。阿俊，可唔可以信佢？我冇答。去定留低，等人殺上嚟搶物資，走出去可能凍死，甚至遇到更可怕嘅嘢。腦入面閃過便利店嘅畫面，一個男人用鐵棍打爆另一個人頭腦，血淋淋，仲狂笑住話多件外套，多條命。我吸一口冰冷嘅氣，心一硬。行。阿玲咬緊嘴唇，終於點頭。阿欣縮喺佢懷裏，黑漆漆嘅眼睛冇閃過一絲聲音。阿輝帶路，令我哋落到地下車庫，寒氣重到呼吸瞬間化霜。汽車成排凍成半透明冰雕，車窗裏有人影凝住，表情扭曲，好似臨死前想撞碎玻璃卻做唔到。有人以為困車入面能避寒，但結果變咗棺材。阿玲忍唔住縮埋身，喃喃，佢哋都仲企圖保命。我捉緊佢手，低聲，唔好望。阿輝腳步穩，聲音壓低，要快。地下越入越凍，等牆壁完全封死，我哋連一條縫都冇得走。行到地下道口，冰霧升起，空氣中彌漫住金屬鏽同血嘅味。阿欣突然問：媽咪，呢度點解好似有血味？阿玲嚇到面色發白，急住佢口。阿輝停低，眼神凌厲得似乎可以割人，低聲喝道：唔好再出聲，呢度唔止得冰。下一秒，幹一聲由黑暗深處傳嚟，整個地面一震，天花板冰屑速速墜落。我渾身一震，手腳冰冷。嗰種聲音唔似地震，唔似風聲，而係一種有規律嘅移動，好似有巨大嘅生物喺冰層底下慢慢蠕動。阿欣忍唔住細聲：媽咪，下面係咪有怪獸？阿玲嚇到雙手發抖，眼神死死盯住黑暗。阿輝轉頭，眼神冷冽，聲音低得近乎耳語：唔好講佢哋。聽到聲，我全身冷汗直冒，腦海入面得一個念頭：留喺城市，遲早被人殺，走入黑暗，可能仲有一線生機。但我更加清楚，踏入去嘅唔只係一條地下道，而係一個未知嘅深淵。阿輝舉起手，用眼神示意我哋跟隨。我咬緊牙，捉實阿玲同阿欣，一步一步，
踏入被冰霧吞噬嘅黑暗，因為我已經知道呢座城市真係逃唔出去。